東門老雞站 D 出口啊！我哋而家直接上去1、2、3、4商場，咁啊見到扶手電梯咧，就直接上一層啦，跟住由呢個門口方向直接出去，向右手邊直行。冇錯啦，向右手邊咧直行咧，大概行1分鐘左右咧，就會去到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噶啦。咁啊跟住我哋個方向繼續向前行，行前少少就可以轉右噶啦。前面啊都見到新安全健康會所啊！咁呢度咧就係我哋今日目的地，我哋直接上6樓。上到嚟6樓就係新安全養生會所，右手邊仲有招財貓添。咁入到嚟呢一度啊，其實啲位置咧都係等人啊，吹下水都可以嘅。入到嚟大堂呢度咧，哇，其實啲凳啊都好多喎，一排排仲都好企理添。呢個位置嘅話，真係平時坐喺度睇波同埋睇賽馬一流啊！更衣室雖然唔算新，但係咧都非常之企理啊！咁仲有一樣嘢咧，佢哋值得一讚嘅話就係啲 locker 櫃啊，感覺都仲係好新淨喎，可能應該有翻新過吧呢個位置。基本上牙膏、牙刷、梳刨應該有嘅，佢都有嘅。淋浴區就叫正正常常人咯，有沐浴露，有洗頭水，咁啊叫做 OK 啦。另外大堂咧都有好多零食喺度喎，仲有一個好科幻嘅雪櫃，打開都係自己攞嘢飲噶。大家如果肚餓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嗌翻個杯麵噶，仲整多粒蛋送俾你食添。食飽飽梗係入房睇個環境，跟住嗌翻個師傅同我哋按一按啦。啲房環境都唔錯喎，同埋張床咧都夠闊，就算一個肥肥地嘅男士啊，瞓上去都冇問題嘅。有多高興啊！你的樣子，非常高興。你為什麼不按啊？我按什麼？按腿嗎？應該是吧。這個不是我問你的。不。小妹妹，你是幾號啊？忘記了，看看。2007。2007。對。感覺好小哦，你是2007出生嗎？對呀。真的？真的。那2007現在是幾歲？19。對呀。好小哦。還好啦。你從哪裡來呀？從家裡來。從家裡來。你看到我會害羞嗎？我看到你不害羞，但是我覺得你自己很害羞。我覺得還好吧。你平常喜歡吃什麼？喜歡吃什麼？什麼都喜歡吃。2007師傅咧，雖然年紀細咗少少，但係佢都好認真咧幫你按嘅，而且都非常之健談。今日咧一場嚟到咧就試多1、2個先。你好，很高興為您服務，我的工號是4個8。哇，4個8好可愛喎你。謝謝。今次入嚟咧就係4個8啊！如果中意甜美系列嘅話咧，其實4個8咧個樣真係生得好甜美啊！而且咧力度啊都比較適中同埋大力少少都可以嘅佢。1米幾啊你1.65米。你的腳有沒有40寸啊？好長啊你。應該有吧。應該有吧。有沒有人覺得你個子很高啊？有啊，他們都覺得我個子挺高。個子挺高。長腿姐姐4個8咧就屬於比較健談啲，同埋溫文有雅嘅，配合度咧都非常之高噶佢。個人覺得咧佢嘅手勢啦其實都唔錯噶，而且啊新安全呢邊啊師傅除咗顏值之外咧，按摩技術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噶佢哋。你好，我跟小技師很高興為您服務。5個9咧手骨咧個手勢咧真係遇過以嚟咧按得最好嘅，而且佢嘅耐性咧都係非常之好啊。舒唔舒服啊？舒服到瞓咗覺啊真係。你好，愛花技師。呢4位啊真係近期嘅新安全啊，4朵金花，技術按摩技術都非常之唔錯。另外呢邊咧都有獨立足療房㗎，按完摩可以揀翻贈送嘅大堂項目㗎。